苗栗南庄乡同上义乡韩国嘉义太林镇也三只乡镇今年头通过的国际慢上认证。国家2年前通过嘅花莲凤林镇，台湾总共有4只慢上，南庄、上义、凤林都系客家庄，太林则系嘉义县河洛客迁到嘅所在。某种程度来讲，维持客人传统农村嘅生活情形。其实都好同意大利推动嘅慢上生活，安尼嘅想法有较多。不过台湾嗰種改革旅遊嘅4只慢上，慢上到底係乜嘅呢？挪威安度嘅鄉鎮都上咗嘢，會得到一個國際慢上認證呢？安尼嘅慢上風潮會有乜嘅問題冇？來看安尼嘅報道。有道有质，韩国保留到改版证，对客家老人发展出来的天然成为养补属意，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向嘅游客来到花莲凤林镇游了。一个人口11003人，客人卡为635个小子，同时又有长寿乡镇、高中故乡的好名声。2014年5月拿到国际慢上嘅认证，係台湾頭一個慢上小鎮。也過後，台灣開始對慢上有為認識，各鄉鎮未上載嘅改獻上該申請慢上認證。今年2月，嘉義太林、苗栗上義、南莊同時拿到慢上認證。164嘅台灣以下為有為4個慢上。最大的影響是那個證明的共同的榮譽感。那我覺得他們認為說，我們可以成為全台灣第一這件事情，他們不會再覺得說，我住在鳳林就是很鄉下啊，很怎麼樣，反而現在可以很驕傲告訴他，我住在鳳林，那這個環境很好，怎麼樣這樣。對，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開始認為自己選擇生活在這裡是一件可以大聲跟人家分享的一個價值，這樣。未來我們苗栗大概這2個鄉鎮會是我們苗栗的觀光的一個亮點。那我們希望說，未來我們在推的時候，我們可能初步我們會先把我們的慢城意向先塑造出來。下一步，我們是要把我們的2個鄉鎮的慢城的品牌也做出來。我們不會刻意說一定要他們去了解這2個字的定義，我們反而是希望他們可以知道說，我們這個認證是因為他們的付出、他們的努力，所以他們現在做的事情是完全對的方向，希望繼續深化。慢上選來起碼嘅諾，國際慢上組織提出8大公約。包含人口數無到53000人，希望保護天然環境。韓國提倡愛永久發展下野技術，譬如菜地文化，保護菜地嘅小屯文化資產，推行康健嘅飲食屯生活方式，支持菜地工業屯商業發展。為後夜款待外來嘅人客，鼓勵市民參加公共活動，培養公民意識也到。簡單來講，慢上運動就係愛反全球化運動下發展出來嘅。同時愛鼓勵保護天然同傳統文化，愛發展經濟，同時未愛滅開嚟的永久發展下嘅都市。工業化之後，大家慢慢的生活步調就越來越快，那所以人都往都市集中，所以一些古老的、傳統的、有意義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它就相對就變得比較弱勢，也就慢慢就消失了。當時意大利人的一個想法就是說，我們能透過一些制度。然後我們讓這些城鎮能夠再度活起來。有這麼多的慢城去發展，是想要去發展它，其實是理所當然，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一個真正要慢的時候，就是回頭看看哪一些東西，真的我們過去把它摒棄掉不要的，可以再拿回來的，還有哪一些東西真正對我們好的，或是不好的，這樣子，好可以去思考這件事情。所以慢其實本身它就是一個思考，就是一個反思啊。然後希望我們在變化這麼多，然後科技這麼好的時代底下，怎麼樣去回過頭來，還可以去保留一些我們過去不要的東西，或是我們過去很好的東西。通過慢上認證，喺8大公約嘅架構下，鄉鎮未來永久發展下去按樣嘅行，朝要嘅方向。唔會因為鄉鎮數眾萬人，政策就改變。地方方係講到唔激動嘅開發案，限做得拿慢上認證出來當。
说政治人物的汰换的时候，或是不同的镇长上任的时候，或市长上任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共同目标在做，所以就不会会落入每个人做一套的那种现象，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是不一样的，不连续的政策。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国际慢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发展或是永续来讲，它其实是好的。今天有一个重污染的工厂要进来，或有一个大型的开发案进来，这时候公布政治人物他就去考虑，他是要留下曼城荣誉，还是要这一个所谓的经济的发展？我觉得就有一个制衡的功能。那我们民间或我们的证明才有筹码去跟公部门对话。台湾今年以下为通过的3篇文章，也條鄉鎮都同樣看做係一等大嘅公用，紛紛嘅工業力綜合嘅價值數到肯定，同國際接軌到，未變做係都市行銷一等好嘅宣傳。各地方的政府都蛮认真在做自己的地方发展的工作那其实都蛮希望说，不管是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成绩可见的成绩，然后吸引观光人潮，那或者是这个也许有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认证城市的这种光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蛮希望能够被看见，然后希望有具体的这个绩效。所以我觉得像国际慢城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认证的荣耀。我想，对台湾各地在努力追求这个可能地方发展的成绩的一些县市政府来讲，这是一件可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那潮流对人家乡镇，迄风光的一面摸唔着。若是资料风光过得一层后，你要面对样板的漫长的这行的实际的情形，也最重要的。漫长神法要用去表现，当然日常的神法，当然嘅采体嘅基面来讲，冇咁簡單啊。不過台灣漫城增加被屬土鐵架，提議大啲嘅國際漫城總鋪始終唔跌檔，按上愛搶時唔接受台灣其他鄉鎮嘅申請。不過也撒開部分已經獨獨嘅去推行漫城運動嘅鄉鎮，有18設置，還提出爭議。冇上漫城認證就係比萬元屯申請表格寫得過好，相關工作等拿到認證呢，才個開始推動就做得了咩？慢城城市的这个品质的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会有点担心，就是说，究竟这个大家通过慢城城市之后，总觉得好像相关的工作从得到认证之后再开始哈。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会容易有一种这个社会舆论会觉得，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先变成是慢城哈。的确，我认为我们自己台湾内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指标跟这个城市发展的一种所谓的这种小镇荣耀这样的事情，应该要有自己对于在地品质的这个转移的看法。大家的质疑可能也是对的，这样子好像是不是表格填得很好，我就可以过了呢？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联盟，类似一个台湾的慢城的一个联盟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建立一些比如说制度啊，大家比较可以信任的方式去做慢城的申请。总部的提醒也很对，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都想说在冲数量这样子，然后可是他说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台湾究竟要有几个慢城。知道这个理念的人或推动这个理念的人，他们很担心。他会落入这样一个口号式的宣传，很怕，就是大家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腐烂的一个意向吧，或者指標，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就像早期台灣的蛋挞效應一樣。呢度片面慢城改唔色彩，韓國搶起口號，台灣就愛整慢城聯盟來做申請慢城嘅管道，同時提出規範，本內部有一套抽籤嘅機制。我承认我们真的冲太快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可能公民意识啊，都还没有做得很清楚。然后有些慢城的，可能有些城市它的居民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慢城城市，或者是慢城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太清楚。所以很希望就是我们先慢下来，然后当然有意愿想要加入的城市，我觉得他可以先做
就是曼城公民意识这一块，让大家了解这个是什么。那大家去认同了之后，我们再来通过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去让它成为一个会员。其实韩国在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在推曼城城市。那他们自己推曼城城市的时候，有一套自己从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曼城的指标转译成韩国适地性适合的指标。然后他们境内其实只要想要申请曼城城市，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团队除了做这种文化意义上转译的这个角色之外，其实也对国内其实要推动曼城的这些地方城市去做协助辅导，然后品质上的这个引领跟守护。国际曼城组织规定，申请加入曼城天初爱係地方嘅公部門，安尼涵擺提供程度去推行相關理念嘅政策，能夠好推。我喺台灣見到係民間單位去推嘅鄉鎮，韓國有法律，公部門為主嘅鄉鎮，公無按色彩，也未是知道台灣曼城發展後出現嘅個奇怪嘅所在。國際曼城其實主要的成員跟主要推動者是以公部門為主，所以鳳林是少數的特例之一。那在世界的曼城裡面，以民間單位運作為主的，大概目前只有2、3個。對，那我覺得在我們台灣這樣看的話，我們當然是覺得說民間單位有比較多的彈性跟想象力，還有我們的能量跟那個多元性啊，其實是比較好玩的。那並不是說這樣是最好。那其實放在世界來看的話，其實公部門主導是對的，它的這個樣貌是對的。有崇曼城嘅苗栗縣，就係體現政府喺新聞嘅推動下，冇1年南中3年就改革嘅通過國際曼城認證。不過時間太短，實質到一下人看到嘅曼城嘅樣嘅無從曼城，未受到幾多外界嘅爭議。根本嘅去到南莊規劃項，你批到規劃項目，你批到出頭府嘅面，你批到看出面，你上面嘅目標老嘅老新嘅，你看得到台灣市府嘅目標作品冇？人家面，當你去到南莊，然後上面嘅東西，你會去到該位係曼城，你都完全嚟按這個採地嘅手法。那講起來，規劃項愛聽人一批嘅幾多咧？嗰度品質就冇可能咧。南莊老嘅也講頓來，也故事頓來，我說你要完全嚟認得曼城屬於你這個採地人神法的地方。我講曼城嘅人一定要對兩位的。因為南莊其實有點像是兩極化的世界，就是一個當然是就是在地的人，他們一定都還是過着很慢活的生活，就是他們一定要每天阿婆一樣每天早上起床去洗衣服啊，然後一樣去種田啊等等。但是還有另外一面是，它還是慢慢的朝向觀光化，就是你可以看到南莊老街啊等等，就是它其實是一個二元化的世界。所以就是曼城這個東西，其實我們會期待說它把這兩者做一個好的平衡，就是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朝向我有了曼城，然後就有了觀光，然後可以帶進更多的觀光客，那反而是一個我覺得是比較會本末倒置一點，就是會比較擔心。而且我們鳳林是花了4年的時間醞釀，那其實苗栗只花了1年，所以他們其實會有更長的路要走。那我覺得苗栗跟三義苗栗的三義跟南莊，他們雖然有很熱鬧的那個觀光區，但是我相信他們在地還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跟一些有趣的人，當地的小農跟一些年輕人在做一些很有意義的事情。我覺得那一股力量還是在的。那如果能夠透過曼城讓這些人被看見，跟讓他們重新發聲，去扭轉現在單一的觀光的想法的話，我覺得這個曼城的認證對這個地方就會產生意義。喺台灣狀下，大家上咗嘢申請曼城國際認證，台灣邊申請嘅量邊到改價，古代三大位唔係改好，唔係改足夠。曼城真實的精神團隊合係乜嘅？該種係冇簽出真實台灣的曼城論述，係講搶係調皮面呢，推議看做係行銷都市嘅國際觀光宣傳。
无顿腳下來，無問真啊，菜地嘅成分再好起碼嘅，還把有安用嘅永久發展下去。大家上咗嘢愛申請慢上認證嘅鏡頭過去咧，是喏。